為慶祝6·1國際兒童節，並深化本澳小學生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的認識與情誼，本校師生於5月31日應邀參與2026-6·1國際兒童節系列活動小學生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文藝表演。活動現場氣氛熱烈，師生們共同度過了一個充滿意義與歡樂的節日。參與活動的同學在觀看表演後紛紛表示，這次的體驗非常難忘。有同學興奮地分享，看到精彩的演出，心裏充滿了自豪感，也讓我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有更深刻的認識。除了大開眼界外，本校更派出花式單車隊參與舞台演出，隊員們在舞台上展現了高超的平衡技巧與極具默契的團隊編排，將運動與藝術完美融合。他們憑藉高難度的動作與自信的笑容，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，贏得了全場觀眾的陣陣掌聲與高度讚賞。此次活動不僅讓學生們透過自身視覺近距離感受軍人風采、厚植愛國愛澳情懷，更為本校學生提供了展示才華的舞台。未來學校將繼續鼓勵學生多元發展，勇於展現自我，為澳門社會培養更多德才兼備的優秀下一代。